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4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8篇，创世纪30章25节到43节，使徒行传第3章17节到2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作为。生活当中，我们总是有许多的期待，我们总希望能够风调雨顺啊，事事如意啊，或是一路亨通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知道生活总是有所阻挡，会有困难，不可能一帆风顺的。但就如同许多牧者喜欢提醒弟兄姐妹的，虽然有困难，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们无法预料的事情上面，上帝都有他的安排跟时间。我们最近在建堂的事工上面，才又领受到上帝的恩典。4月3号，花莲7.2级大地震后，教会的同工们、兄姐们就纷纷的在谈论一件事情。我们在讲说，这么大的地震，万一我们的旧房子还没有拆掉，或者是我们已经刚刚开挖这个地基，遇到这么大的地震，我们不敢想象那个的后果。因此我们会觉得开工许可的延迟好像只有刚刚好而已啦。4月3号，我们原本就约定好要去承包商的公司参访，跟他们一起召开协调会。工程单位表示，开工许可可能需要再延个10天左右。是否要将基础开挖的感恩礼拜来延期呢？我听了之后就考虑，然后就回答说，既然我们的日子都定了，也宣布了，要参加的同工也特别拨时间要参加了，我们就如期举行吧。4月8号，就是前一个晚上，仍然下着大雨。在4月9号当天，也遇到一小阵的阵雨。但基本上天气是还不错，比起前一天晚上的大雨，还可以让我们在工地现场解释开挖的地界，并且在最后还一起拍合照，也让我们再度的深深的体会，无论是刮风、下雨、出大太阳，都是上帝的作为。更奇妙的是，原本工程单位通知我们要延后的，就在我们举行完了感恩礼拜的隔天，就是4月10号的下午，我新北市的公务局就通知